呢度係中原中心上環皇后大道中328號，而家會進行呢個棚網嘅燃燒測試。師傅幫我。可以睇到啊，唔會有火苗出現嘅，最多係燒爛個網嘅啫，點燒都唔會有火苗出現嘅。淨係燒爛個網嘅啫，冇火苗嘅。好，就測試到呢度。好。